成日爛嘴角，以為自己熱氣，冇精神，以為自己攰。Honey， 真係唔關你事，係每10個人入邊有8個都缺緊呢種救命維他命。好多人以為補充維他命，狂飲維他命 C 就夠，其實唔係咁㗎。調查發現，大家最缺嘅居然係維他命 B 群，超過80%人攝入不足。最慘嘅係維他命 B 係水溶性，今日食咗，聽日就排走，身體根本儲存唔到。只要幾日冇補，身體就會話你知。你睇下自己有冇呢啲情況？第一，維他命 B1 唔夠，成日無緣無故覺得攰，做嘢集中唔到，嚴重嘅仲會水腫、神經痛。因為 B1 係將啲食物化做能量嘅點火器，冇咗佢，你根本行唔喐。第二，維他命 B2 唔夠，好容易爛嘴角、舌頭痛。鼻翼兩邊仲會反覆起啲皮，呢啲唔係熱氣，係你個 B2已經嚴重透支。點解會缺成咁？因為我哋而家食得太精細，白米、白麵包喺加工嘅時候已經磨走晒80%嘅 B 群，等於我哋每日淨係食緊個空殼，所以唔使成日靠食藥。平時做錯呢幾點改咗佢。第一，煮飯嘅時候加啲糙米、燕麥、白豆，或者早餐改食全麥包。第二係食啱蛋白質，適量食夠肉、雞蛋或者係豆製品，偶然食少少豬肝 B 群爆棚。第三係洗米，洗米嘅時候唔好洗太耐，我哋會洗走晒啲營養。Honey， 身體唔會無緣無故發脾氣，啲小毛病其實係喺度同你求救緊。由今日開始，對自己好少少，喺煮食嗰度加翻啲粗糙感，身體一定會多謝你。養好身體唔使使冤枉錢，食啱嘢先係最高級嘅護膚品。整理好咗一份 B 群高效補充指南，留言飲食我 send 俾你，記得 share 俾你身邊成日嗌攰、爛嘴角嘅 Honey， 大家一齊健康變靚啦！同 Dion 一齊滋養身心。